川王桃心，天灯收圆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。云雷震开物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今在人天中华梦，九连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木垂玉线，收圆显化在股东。南北两极连宗序，混元古册在中央。南北两极连宗序，老木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十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谋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适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帖化成金。每日至心常持念，单单拔难不来轻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修听邪人胡说话，倒算一马念无声。老木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好，法事灵通查得清。三观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草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定文部接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。秦岭36员将，500名关键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年红花显神通。择其早期择日月，头顶身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初二挂甲兵。搭救人民香儿里，没关系，我用。搭救人的香儿里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对啊，诗婷没声音了。庇护魔将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我们重来好了。弘扬了大归家去，转到三两弥勒尊。恭送弥勒救苦真经，有听到吗？有。我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灰心。灵宝齐鲁灵山地，莲花映衬考山胜。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。天真收圆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。云雷震开物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连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圆显化在苦东。南北两极连宗序，混元古册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适得西来白羊子，香耳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
下士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统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经典文部皆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是为菩萨救众生，金顶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华显神通，择其照其遮日夜，头顶身裸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气腾空，十方天兵护国将，保佑弥勒气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记下生，收服蓝颜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常慈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孽行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眼太保，阿弥陀佛，10叩，1叩，再叩3叩，4叩5叩6叩7叩8叩9叩10叩首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2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归亲，灵宝济如灵山地，点花印证考三圣，落在中野三清地，大正黄桃心，天真收眼挂圣号，等待十字点神兵，云雷震开雾即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天中华母，9连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意现，周延显化在古东，南北2极连中续，混言古彻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教，无影山前对合同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执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气超生，是等西来白羊子，香耳点得化成金，每日自心常执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修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益麻念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
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经典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是为菩萨救众生，金陵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无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年红华显神通，得其照其遮日夜，头顶身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气腾空，十方天兵护国将，保佑弥勒起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记下生，收服蓝颜归正中，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1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行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，南无天眼太保，阿弥陀佛。10叩，1叩，再叩，3叩，4叩，5叩，6叩，7叩，8叩，9叩，10叩首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3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轻，灵宝齐入灵山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，落在中原3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物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天中华木，9连圣教回上圣，天花老木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古东，南北2极连宗序，浑圆古册在中央，老木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儿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，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至心常持念，3灾8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5声，老木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
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观大帝慈悲助，慈悲助，照罪三逃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皆定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，仅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不住弥勒成大道，保佑祥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，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侯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，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即下生，收服难言归正宗，来往造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刹女常持念，等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，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挥佛令，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10叩，1叩，再叩，3叩，4叩，5叩，6叩，7叩，8叩，9叩，10叩手。爱祥诵经，爱祥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女，请报自己姓名，弟子赵同朝明，工作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功转成功转成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，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，回向于有情众生，回向于有情众生，无形大德，无形大德，恳叩请辞，恳叩请辞，诸天仙佛菩萨，诸天仙佛菩萨，慈悲拨转，慈悲拨转，将此疫情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，将此疫情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，祈求战争止息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保佑众生，保佑众生，万物生命安全，万物生命安全，是所致导，是所致导，圣慈昭格采纳，圣慈昭格采纳，忏悔文，忏悔文，我习所造诸恶业，我习所造诸恶业，皆由无始贪嗔痴，皆由无始贪嗔痴，从身口意之所生，从身口意之所生，一切我今皆忏悔。一切我今皆忏悔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
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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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各位前贤包容，感恩慈悲，有一点失误，谢谢，晚安。谢谢，感恩慈悲，很棒哦，感恩啊，感恩。第二、第三次比较正常可以。